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下面张伟民，咱又搁要讲疫情啊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疫情已经讲一冬外来，这一冬的话来吼，咱嘛要检讨，咱讲台湾防疫，会当讲是这个世界前3名吼，受到国际这个肯定。但是一年了后咧，咱过来看讲，到底是虾米人来唱衰台湾啊吼？啊，侮辱这个防疫这个好成果。咱看到讲全球疫情即阵已经确诊的人数8000，这个500外万人啊吼，这个数字嘛是真正惊人吼。啊，全球死亡这个人数，咱嘛看到讲已经来到185万人啊吼。这个部分咱看到吼，这个全球的疫情拖较严重，尤其这个日本、英国好要开始来实施着这个锁国封锁的这个部分。首先先带大家来看讲日本这个部分啊吼，有可能伫咧东京都吼先来传关、千叶关、埼玉关吼。进入这个紧急的这个状态，而且呢，咱嘛过去有听人讲吼，这个日本要禁外国人入境，甚至讲这个商务旅客嘛需要来划停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传出这个变种病毒，这个英国即阵是疫情愈来愈歹啦吼。首相 Johnson 吼，今日嘛伫这个电视讲话讲啥，这个英格兰地区吼，至少已经开始要封城，上少吼爱到2月中吼，这差不多6礼拜这个时间，学校是全面改采着远距来授课啦吼。另外，上严重这个所在，就是咱这个美国啦吼，即阵占差不多1/4这个人数啦吼，确诊这个人数，即阵已经超过这个2100外万啦吼，所以真正惊人。啊，台湾真正感谢再感谢啦，这个防疫表现，咱真正靠真侪人这个拍拼吼，但是真正咱无欠 Q 后卡的这个人吼。先来看到讲，有影学到咱的，有咱啥韩国第一大步啦吼，伊讲啥？因为咱摆脱掉这个依赖中国这个经济成长吼，啊，即阵咱会当讲是世界第一啦吼，完全吼，甲这个韩国过去拢是依赖着这个中国，真正无共款的无共款。但是咱看到讲 New York Times 即阵是咧扣咱的后腿嘛啦吼，咱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即阵讲吼。台湾锁国毋是长久的这个部分啊，这个好运，这个 fortune 到底会让维持偌久啦吼？所以咱就看到讲，其实有人甲咱学到，但是美国 New York Times 到底是咧讲啥？尤其咱等下咱讲这个记者吼，这个评论是安怎去产生的？那么讲吼，虽然过去伫咧预防下，咱看到去年30号，这个12月30号时阵，咱看到这个指挥中心讲，咱已经买好2000万剂这个预防下，但是上紧爱伫咧今年3月啦吼。啊，过去咱嘛有请这个来宾来讲过。咱的这个预防下这个部分吼，这个研究也是讲真正吼可能差一步，但是这差这一步，咱另外会当望着啥？咱嘛看到讲，即阵吼台湾吼有另外一个成果啦吼，就是伫咧治疗方面吼。过去咱讲吼，这个治疗方面吼，即阵有开发啥有益的这个抗体吼，有效会当避免掉这个武汉新冠病毒直接感染到这个人体。咱等下嘛请专家来好好甲咱解说一下吼。啊，测试的这个部分成功率吼达到这个90%以上吼。咱所以讲到吼，这个武汉肺炎，咱有真好的这个抗疫的这个成果伫咧啊，但是咱的这个预防下虽然也无好的这个表现，但是咱即阵有另外一个成就啦吼。透过今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邀请成功病院副院长洪主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非常感谢。第二位邀请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周彦宏。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咱邀请台经医南台湾专案办公室主任高金山。伟民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健康。第四位，咱要邀请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书哲。大家晚安，大家好。是啦，咱讲吼，真正这个全球疫情这么严峻，尤其吼这个英国首相今个讲话啊，咱过去讲到英国吼本地要互因这个全体免疫啊，但是一个吼这个决策失败，咱看到这个英国真正是摊袂好势啦吼。真正咱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英国首相强生初次发表电视演说，表示科学家确认新变种病毒的传播力是增加50%至70%，传播的速度让人感觉真惊吓。也就是讲，英国民众预防感染的机会会提悬。为了预防医疗体系出问题，所以强生宣布英格兰全境封锁。Our hospitals are under more pressure from COVID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In England alone, the number of COVID patients in hospitals has increased by nearly a third in the last week to almost 27,000. And that number is 40% higher than the first peak in April. On the 29th of December, more than 80,000 people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 across the UK, a new record.
Today, the United Kingdom's chief medical officers have advised that the country should move to alert level 5, meaning that if action is not taken, NHS capacity may be overwhelmed within 21 days. 伫咧封锁期间，民众尽量伫厝内做工课，除非必要的采购甲就医等等的原因，若无袂当出国。小学甲中学采用远距离的教学，这嘛是英格兰自从去年3月份甲11月份以来第3届封锁。不过即届甲前2届无共款，因为英国目前当地执行史上规模上大的疫苗注射计划。伫英格兰宣布封锁前几点钟，苏格兰嘛宣布全境封锁。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situation we face now than I have been at any time since March last year. Without further intervention, we could breach inpatient COVID capacity within 3 or 4 weeks. 英国测试通报过一天新增加确诊58,784例，过一届破纪录，也就是连续7天过一天的确诊超过5万例，而且嘛通报确诊感染28天以来致病死亡的新增加407例，累积75431个人死亡。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译。其实大家拢咧看这个英国这个国家吼，咱嘛看到讲吼，英国是头一个吼注预防针，到底这预防针有效啊无效啦吼？尤其拄到这个变种的这个病毒，咱讲英国一个即阵有一个南非的这个变种病毒，大家拢讲哇，因为这个英国的这个卫生大臣吼，Hancock嘛无看好这个预防针的这个部分，不一定要看。无啦，我想吼，英国即摆状况，大家要有一个了解，为什么？这个 Johnson 吼 Boris 会采取较强悍的一个做法要封城吼，这是有伊的原因呢。这个原因就是讲，因发现讲，即马这英国的即马这个确诊的病例数吼，确实已经来到无法度控制的一个程度。安怎讲吼？你看吼，他1月3号54000几个确诊，到了昨天是58000几个确诊。所以会使讲吼，你看吼，伊一天就是5万、4万、5万安尼，一直增加，一直增加，10天内就增加40万至50万人的确诊。相对你看英国，伊在6、7月的时候，一天才1000几个的确诊尔。所以他如果伊即马若无采取即马这个最严格的这个封城的这个做法的时阵，伊这个基本传播率若是大于咱之前嘛有讲过嘛，这咱应学习1年啊，咱讲1年的 R0 值吼，我想在主持人嘛做清楚，这 R0 值的基本传播数就是1.4到2.8嘛吼，咱知影讲这个1.4到2.8，你若无法度有一个较好的控制的方式，伊对大流行嘛，大流行其实上的压力上大是医疗机构啦。所以伊在内面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那按照伊目前的，若无采取一个较激烈的手段。封城，大家拢卖出门吼，非必要大家拢卖出门的做法的情况之下，伊足惊讲因的医疗的这个状况会崩溃。那医疗的状况若崩溃的时候，会造成啥？造成就是讲真正严重的患者无法度处理，等候的时间、急诊的等候时间会搁延长，而且伊的医护人员的风险就会提悬。那医护人员这个风险提悬的情况之下，甚至就是会互即马这个确诊的人会影响到别的医疗都无法度搁进行。所以医疗的崩盘是这个。Johnson 伊在考虑这个代志的最大的一个爱考虑的一个因素在内面嘛吼，所以伊采取这个封城，就是伊要甲这个 R0值在上短的时间内有法度甲降到1以下，就是 R0值要小于1，安尼才有法度互这个峰值立刻的往下吼来抚平，安尼互这个疫情趋于平缓的时阵，伊才有法度去控制这个场面啦吼。所以咱的台湾的民众，咱可能无法度去想象讲一个首相。伊要做这个决策的时候，伊心内我相信伊是足痛苦的。为什么？恁想看卖吼？伊即摆是规定未来的6周内、6礼拜内面，大家拢尽量袂使出门哦。是啊。伊讲啥？伊讲除非你要看病，除非你要吼有必要的啥，甚至有写到一条，我特别伊讲吼，除非你遭到家暴，吼你若遭到家暴，你会使造出来，吼会使，吼啊无你就是要必要的采买以外。你全部都卖出门，这是一个对阮的咱的防疫作为上，我之前嘛讲过是一个最严厉的做法。当然，这个最严厉的做法能够经快速把这个 R0值从1以上降到1以下是很快的，但是这个激烈的做法，当然就影响到咱民众的啥活动的状况。OK， 真正这个英国这个部分吼，其实咱之前有讲到这个变种的这个病毒吼，尤其这个传播这个速度吼，有较紧啦吼。另外，咱头拄啊嘛有讲到吼，这个咱讲变种的这个病毒，即阵唔那是叫咱英国这个变种，南非的这个变种嘛是有啦，以后就这个是501 V2 啦吼。咱过去咧讲吼，这个英国是 under investigation 这个 virus 吼，但是这个南非的这个变种病毒，咱头拄嘛讲，伊这个咱讲的 Hancock 嘛看袂落去。其实啦，咱这个像南非的这
变种的病毒吼，嘛是咧12月发现的啦。啊，对照咱的英国的这个变种的病毒内底，其实吼，看起来拢要讲啊要讲。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讲，咱嘛是常常咧讲迄 S 蛋白质吼。S 蛋白质咧英国的变种是有4个，咱就讲说咧，甲咱的人体的接受体吼，要结合的所在会变做有是四位啦，是变种啊。但是咧，这南非即马发现啦，即马上少8个变啦。8个变来即马吼，就表示讲，即马的变种，伊若搁变遐多，啊是毋是对病毒的传染力会搁较悬？啊是伊的所谓的病引起的病的严重性是毋较悬？即马是也毋知影。但是目前是敢知影伊的行为吼，甲英国的变种要讲。但是即马的问题一点就讲，伊即马若在变种有8个安尼搁变啦，就表示讲啊是即马的疫苗，即马都开始烦恼啊。预防针开始会惊，开始会惊。但是即马无，因为也毋知嘛，伊即马才发现有这情形嘛，所以拢爱搁带实验室爱搁研究，看法度是毋是即马目前的用的。咱即上少3-4种疫苗，是毋是爱看甲即个新的南非的变种的有法度佮家己压落来无 ？OK， 看会当压落无吼？咱看到讲吼，英国变种病毒啦吼，即个因的即个卫生大臣，咱头拄讲到 Hancock， 伊讲吼，即个南非的即个变种啦吼，真正又去使人较烦恼啦吼。尤其咱来看到讲，即个数字真正惊人吼。即个上近7日吼，即个病菌确诊的前5名，美国吼，咱免讲啊，伊是全球即个1/4的确诊人数啦。英国即阵排第2名吼。逐礼拜吼，逐日啊，拢讲有即个5万外人吼，啊增加率是即个4成8吼，有影济。啊，另外一个烦恼的即个所在，咱讲吼，伫我咱上近的东北亚即个部分吼，日本，咱先搁带观众来看讲日本吼，东京区随时拢会可能吼，伫咧进入即个紧急状态，先做来看。日本首相菅义伟初时表示，伊考虑即礼拜对疫情上严重东京都甲附近的情形，基于市内川顶3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2城封城，要求民众唔通出外。目前正在检讨相关的做法。日本媒体推测，当局初9队正式宣布，菅义伟也呼吁1都3县爱减少夜生活。1都3県について、改めて先般時間短縮の20時までの前倒しを要請をいたしました。そして国として緊急事態宣言の検討に入ります。东京都初时个新增加884例新冠病毒确诊，当前患者108人个创新高。市长小弟百合组甲附近3县的首长，初时已经联合呼吁中央政府采取更较强烈的防疫措施。不过，是毋是自去年春天了后第2摆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中央考虑经济冲击，态度较谨慎，也对无强制力的宣言效果表示怀疑。菅义伟表示，国会开议了后会修法制定相关补助金甲处罚的规则。ビジネストラックについても、相手国の国内で変異種が発見をされた際には、即時停止とすることにいたします。英国变种病毒来势真强，日本锁国了后，包含台湾在内，存在个商务往来国家。未来只要出现变种病毒本土病例，就会马上中断商务往来。对延后到今年7月举行的东京奥运，伊表示这是人为战胜新冠病毒，可展示当日本大地当灾后复兴的机会。日本有决心实现这场竞赛，伊也表示日本有希望伫1月底开始做新冠疫苗，老人甲医护人员优先。伊家己也成就建立民众的信心。这是也是自2021年东京股市第1个交易日，投资人因为政府考虑发布中央级紧急事态宣言，感觉不安。日经指数盘中重盘400点，收盘685.79点。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表示，政府会尽上大努力，保住企业甲就业机会，支持人民的生活。另外，在南韩初时统计单日新增加1020个新冠确诊病例，当局已经决定延长首都圈2.5级，为首都圈2级防疫措施2礼拜，到1月17日为止。私人聚会限制伫个5人以下防疫措施是扩大到全国。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
所以咱看到日本哦，随时可能进入这个紧急事态这个部分啊，所以咱看到讲吼，除了这东京都以外吼，千叶啦、基玉啦吼、新来川遮吼，是毋是进入这个部分？咱讲7号还是8号遮吼，可能有一个答案吼。但是咱看到其他这个国家，咱看到中国吼，这个起源地遮啦吼，咱讲辽宁吼，即阵吼大连市初三的时阵，通报一站吼，体检11摆吼，才验出着这阳性的这个个案吼，啊有可能是这个毒王吼。一个团27个，吼，另外咱们看到讲，除了辽宁遮吼，这个湖北省吼，这嘛是开始有一寡这个案例啦吼，嘛是有咱讲少年有这个毒王出现这个部分。另外，咱嘛来看到讲泰国这个部分，包含着这个首都邦克这个在内28个省吼，有关这个商业也好啦、活动也好啦吼，人员这移动拢爱采取着上严格这个管制措施啦吼。另外看到咱头拄已经讲过这个 England 吼，初五的时阵。Scotland 吼，嘛继续吼对着这个 England 这个部分吼，继续来请教着这个主任嘛。咱看到讲台湾吼，这个经济表现今仔日-5点嘛，但是咱看到紧急状态一个落去，吼，这个日本这个本早开红盘，随个落去，你安怎看咧？其实吼，对安尼讲的话，日本来讲，因为大家无去预期讲吼，即个疫情会搁转来啦，吼，因本来讲去年就是咱讲奥林匹克无办嘛，啊，叫今年5月要办嘛，要开始办嘛，即马已经搁转来的话，表示伊可能本来预期的讲今年要开的钱，搁无法度开啊，吼，今年日本要做的投资，吼，搁无办法落去啊，所以对日本来讲，伊是真惨的，吼，其实咱会使看一张吼，其实这是去年吼4月，吼，去年4月 IMF 就是那个国际货币基金会对各国的这经济成长率的估计嘛吼，日本迄时阵伊是估负5.2%哦，负5.2%哦，吼啊，对台湾咱是估啊负4%，-4%，负4%，吼啊，唯一吼正成长的是中国。我为民咱会记得，去年差不多4月、3月，你找我来上节目的时阵，我讲中国无可能正成长啦，讲中国差不多第一季吼爱差不多60%。OK， 吼60%，啊，结果真正的数字出来的时阵，伊是差不多8.6%，即要9%。是，吼，所以这中国的数字是袂使信的，吼啊，但是对日本来讲的话，吼，其实。上惨的，我感觉吼，就全世界即马经济上惨的吼，除了美国来看的话，日本嘛是真惨啦。啊，中国咱你看讲吼，因可能是控制媒体，啊，控制媒体无代表讲吼，无代表讲因疫情无传出来啊，对不对？伊是媒体控制，大家唔知影伊内底有疫情啊。吼，你去年。第一季的时阵，吼，咱讲这疫情开始的时阵真惨嘛。但是第二季，你中国的时阵，你无听讲做大水嘛？是不是？大家会记得做大水。好，所以第一季、第二季的时阵，因经济拢无好，哪有可能第三季、第四季随行起来？啊，今年讲是 plus 的，吼，讲是 plus 的，所以对中国来讲是无啥可能。啊，其实咱看咱台湾嘿，今年吼。足好的啊，哦足好的，但是吼，我讲今年足好的，但是是电子股吼，啊加迄个半导体吼，你带头你起啦，吼带头你起吼，嘿，带头你起，啊带头你起，含迄个航运嘛，最近又起来嘛，吼，所以你家看吼，咱这是阮大经院吼，你11月的时阵吼，估计吼，咱今年是。正成长1.91%嘛，1.9，这是2个月以前哦。即马上新的数字吼，上新的数字是主计处公布的吼。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2.6%啊，2.6%呢。咱去年吼，应该说前年啦，2019年的时阵，咱是2.96%。是。吼2020年有疫情的时阵，咱个2.58%，这边2.6%咧。啊，明年看好是4%起跳啦，4%起跳。所以咱家看吼，咱的股市嘛，吼，咱的股市，咱这张来家看。上歹的时阵，吼，上歹的时阵就是去年3月19的时阵，8600几点。是。今仔日到啊，今仔日收盘的时阵是15000点的，7000点。15000点哦，我会记得
顶礼拜才你讲，万事平安，万事平安嘛，万事平安嘛，万4点，一礼拜尔你就起到15点咧。所以其实真侪人你讲，咱今年2021年可能要挑战2万点哦，2万点哦，有这个机会哦，有这个机会哦，因为你看讲全世界疫情拖假的，所以真侪拢爱在厝诶上班嘛，吼。因为你家看英国因若放落，伊就爱在厝诶上班，伊就爱买啥？买电脑啊，买通讯器材啊，吼，买电子用品啊，这拢是台湾上好诶，上好做诶嘛。所以其实看起来，咱今年虽然疫情咧拖啦，但是对经济看来，对咱台湾还是袂歹。OK， 这个万4点即阵已经徛到15点啊吼，这个挑战2万点可能有机会啦吼，但是咱嘛爱讲吼，这个防疫真正要做好势啦吼，就是讲模范生爱继续维持模范生的这个态度甲这个姿态伫。咱嘛来看讲吼，其实这个世界对咱的这个俄罗有批评嘛是有啦，但是咧批评有理也无理，咱先做来看吼。先来看到俄罗兰的这个部分啊，咱看到讲吼，台湾真正会当摆脱掉这个中国的这个依赖吼，真正唔免阁看这个中国面色啦吼。韩国过去就是这个扒中国吼，扒条条，即阵才会互咱吼这个胜脆配啦，胜伫咧后壁啦。所以咱看到这个韩国的这个《朝鲜日报》啦吼，讲吼俄罗兰台湾去年前3季这个经济成长率吼2.3吼，超过这个全球这个富4%啦吼。台湾是头一个甲中国吼切断运输的这个往来嘛，成功阻挡到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入境啦吼。嘛批评讲。韩国这个总统啦吼，这个政府讲2021年啊，继续看中国的面枪来做代志吼，这个经济会更较恶化吼，甲台湾的这个差距啦吼，嘛愈来愈大吼，这是俄罗兰的这个所在。另外吼，这个 New York Times 这个部分啦吼，这个记者是驻北京吼，这个记者啦吼，伊写一场祖国毋是长久的这个计划啦吼，好运会当维持偌久啦吼。伊讲吼，这个全球疫情吼大吼，真侪全球拢是失去这个人命也好，失业率增加，失业者嘛增加啦吼，经济受到吼真严重的这个创伤的时阵，台湾处境敢若是这个阴阳魔界吼，就 Twilight Zone 啦吼，真正这个平行时空吼，真正互人起鸡母皮啦吼。但是这个起鸡母皮，你到底是啥物意思？咱来看讲吼，台湾是不是锁国防止着患者来入来？但是世界吼其他的所在，当咧拍预防针啦吼，准备要松绑着咱讲这个防线。台湾恐惊伫这个部分，经济政治面受到孤立啦吼，敢真正受到孤立？咱继续来请教副执行长啦，你安怎看这篇这个评论呢？是吼，阮看这个评论时阵，阮想讲啊，这是也是足报告强培啊。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台湾呢，即马是世界的台湾，台湾是世界好啦。OK。为什么安尼讲？阮伫疫情的所在，阮即马是用台湾 can help， 台湾是 helping， 用阮的口罩。国家队来斗相共世界吼，而且上重要的代志吼，即马伫咧锁国的，毋是台湾哦，是中国。为什么？无人知影中国即马是啥物情形啦。OK， 即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阮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阮台湾哦，靠毋是讲靠一个人，嘛是毋是讲靠阮的政府尔。OK， 上重要的是阮人民甲政府家己做定来创哦。所以讲哦，即马哦。韩国即马为虾米会看即个中国的面哦？因为2017年的时阵，迄当中有萨德议题吼，迄当中就有限韩令，限韩令了来了，韩国就咧想哦，安全甲经济都一个较重要。OK， 拢重要嘛，拢重要。但是安全要顾，但是巴肚嘛爱顾。所以讲，甲中国都有维持一个最好的关系哦。是。但是讲哦，即摆哦。因为阮即摆防疫哦，去年这个时阵，为什么阮会用把疫情隔绝在外？上重要的，阮就是很果决的停飞。是哦，即把武汉来的团给他原机回主动起来。是，这是别个国家无法度做的代志。但是这是因为阮对中国有够了解啊，知影伊是要创啥物物件，嘛是知影讲因是有道的吼。所以讲哦，上重要的代志是，阮即马无锁国，更重要，更较重要是哦，即马世界哦，拄则。郭主任讲的，我实在是足同意啊，就是讲，阮资通讯啦、AI 啦，这些物件拢是台湾制造。靠台湾的制造，阮即马而且吼，即马咪是中国来台湾来依赖中国，是中国要依赖台湾。
中国需要台湾，需要台湾。是，即马吼，中国甲别个国家无法度买物件，买来台湾来买。所以讲，即马吼，台湾是世界好。真正吼，咱讲台湾 can help， 台湾 is helping， 这毋是一句口号尔，已经咧做啊吼。但是咱讲吼，这篇报道内底，咱头段嘛讲到，伊的这个吼记者吼，本早是写科技的这个记者吼，写到台湾的时阵，伊就是用这个北京的这个口气来去写。其实有人伫这个网络顶查到吼，这篇 New York Times 这个评论造出来的时阵，这个中国这个。咱讲华语讲的热搜排行榜，伊是前5名吼，所以有当时有人咧怀疑讲，到底吼这是毋是佫是中国一个对外的这个宣传啊，是批评台湾的这个部分啦吼。咱继续佫请教这个副议长，安怎看这篇这个评论啦吼？其实这篇报道吼，对着前2天出来的时阵吼，在咱台湾吼，足侪人在看这篇，我嘛甲读几落篇吼，在研究吼，因为我对这篇吼感觉真趣味，因为你嘛知影 New York Times 这是全世界大家拢咧看的嘛吼。所以这篇报道里面吼，其实我感觉为我的角度来看，我感觉有一点内面有一部分是咧提醒啦，提醒啥？就是讲，伊即摆疫苗把这个预防针已经出来了嘛吼，但是咱即摆就是讲，咱明年到预防针开始自进前这段时间，咱的防守的策略是啥？伊是咧提醒，为我的角度看，我感觉是 OK 啦吼。但是内面我感觉一点就是讲，伊咧写咱好的迄个感觉好像你若去看伊的原文，你也感觉讲好像有点那个酸你的这个感觉啦吼。但是我感觉讲是安尼吼，这我常常咧讲，这疫情就是滚动咧修正的嘛。咱的防疫的措施，咱是一直咧修正。就刚才讲，你看恁各会记袂？咱去年英国迄个变种病毒发生的时阵，飞轮机转来的时阵，咱验到其中一个10岁这个小男生有变种病毒 B.1.1.7，咱就开始暂时停止外国人1个月来先卖来咱台湾嘛。所以我感觉这疫情是根据这个国外的状况，根据咱国内的情形，因为咱国内咱嘛知影，咱即摆就是无本土的不明原因嘛吼，所以即摆咱台湾相对就是讲，咱的状况即摆是社区是安全的。所以我感觉讲，为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咱台湾的经济会使表现比国外较好？每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讲，因为咱这段时间，咱大家会使在国内。家己用透过内需的互相的交流，是吼，常常咱出去食饭啦，出去佚佗啦，交通拢正常，这就是咱家己靠咱家己的内需嘛，来带咱家己的经济会使起来。当然有一寡是外销的部分嘛吼。所以我感觉就是讲，为这篇报道内面就是讲，咱会使看会到，就是讲，伊是可能太羡慕了吼，就是讲，因为咱的总统实在是控制了。吼，卖讲伊啦吼，我会记得咱去年我嘛有讲过，11月份日本的一间电视台来访问咱台湾。伊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啥？伊就是为咱的夜市夜市啊先翕落去。伊讲哇，这是在什么所在啊呢？世界上竟然有一个所在在夜市啊内面，遐侪人群聚在这个所在，来行来行去在食物件，大家拢无惊吓，只是讲大家是有带喙烟安尼尔吼。所以我感觉讲，就是讲咱台湾即摆的防疫是咱有咱家己的步骤，甲咱家己的作为吼。尤其是我感觉讲，到目前来看，这个指挥中心做的即卖这个策略甲角度都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伊讲咱所讲，我这点我实在是不太同意。啥讲？因即摆全世界敢有人在互相在交流、在旅游，敢那嘛是无嘛，对不对？即摆敢有日本、韩国人甲日本人敢有来行来行去足方便，嘛是无嘛吼。所以我感觉讲，应该是讲，咱即摆这个整个防疫的措施是滚动的修正。你若是讲到明年、到今年吼，开始有人注意防下。开始国甲国之间开始有在交流的时候，我相信咱嘛是会开始交流嘛。这就是爱甲世界一定爱同步去滚动咱的防疫的一个措施甲作为嘛吼。所以我感觉讲这篇文章实在是真趣味啦。当然当然内面迄个部长有写到啦，伊是讲部长在文章内面，我感觉还有感觉误解，伊是意思讲台湾可能还会有一波疫情但我感觉我认为是讲咱若是照目前的步骤。做好防疫，咱家己，咱民众家己的这角色扮演好，就是咱家己挂嘴烟、勤洗手，咱家己扮演好。国家嘛，甲伊的角色甲扮演好，我相信应该是袂有这个状况会发生啦。有影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另外一个重点伫这内底吼，伊头拄仔讲吼，这个世界拢咧拍，也是讲注这个预防针啦。但是咱嘛提供互观众朋友做参考，就是讲去年30号，这12月30日时阵，咱已经讲要落这个2000万剂这个部分吼，所以伊这部分吼，伊讲的这个点吼，台湾这个所国防治患者入来，其他所在拢咧注预防针，咱其实等到这个今年3月都法度来去做伊是咧烦恼什么？
哦，应该是安尼讲啦。虽然咱3个就是甲别人讲吼，甲咱该是慢2个月。吼，差若是甲英国还是美国来比，差不多3个月啦。是。啊，这2-3个月吼，到时阵咱嘛是会拍啦。是啊。啊，目前就是讲这2-3个月吼，因为即摆目前无疫苗嘛，方法就是用咱的边境管制啦。吼，这即摆方法就做得最好诶。咱来宾都大家拢有讲，副院长拢有讲过啦。吼，其实我来看吼。目前即摆，因为咱即摆有所谓的一般的即摆新冠肺炎的病毒，啊嘛有变种的啦，啊即摆有变种，佫两种、3种安尼出来。其实咱即摆爱看的是讲，紧来甲咱的，不管是要疫苗，咱家己本土的，还是咱去采购的，嘛是爱紧摕起来，会得拍。第二个，咱的治疗的方法嘛是爱紧出来啦。是。好，因为即目前嘛无治疗啦。啊，但是咱过去拢讲这是支持性的。支持就是讲，我若是感冒，唔是啊，我若是发烧，我食发烧药啊。啊，我若是肺部的发炎，我食类固醇。啊，我若是呼吸袂顺，我来用打呼吸器。哦，来支持，这个叫支持疗法。就是伊听到，咱甲医到安尼。即马改使做嘛？啊，即马唔是简单安尼做，啊，全世界嘛是甲安尼在做呢。所以即马上好的方法就是讲，咱疫苗这空窗期的时阵，想办法就有边境管制。第二，春节时间，咱家己的防疫的一寡药品。会使个建立起来。OK， 这是我有影吼，就是台湾建立吼家己吼一个完全的这部分啊。过去咱讲期刊有咧做台湾的这个排名吼，咱讲台湾排第2名，咱讲确诊这个模范生，也是讲吼这个真正少啦吼。但是咱讲预防下这个部分，可能吼大家这个期刊才吼甲咱拍较无好的这个分数吼。啊，这个部分咱搁来加强吼。但是咱嘛搁讲到这篇报道也好，还是讲其他社会对咱的这个评论也好啦吼。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吼中国的这个因素，有影真济啦吼。就是讲过去咱咧讲这个武汉肺炎这个起源地就是这个中国，有人是安尼讲。啊，但是即阵吼咱嘛看到讲这个这个中国嘛一寡这个报道讲，哇，这个起源地是伫咧美国吼。所以大家是安尼讲来讲去啦吼，但是咱搁回过头来看讲中国的这个因素，伫这个内底，韩国人已经看到啊，哦，咱继续过来请教主任嘛吼。所以在韩国人因看到这个中国这个因素，咱其实嘛有看到讲，其实因这个因素就是这个驻北京的这个记者落去写吼，你安怎看这2篇咧？对，你家看吼。因韩国真趣味啦吼，因以前吼就是讲咱台湾变讲咱过去中国做生意比韩国较早嘛，吼，咱差不多1989年迄时，邓小平讲改革开放的时阵，台湾就去探亲，就去开始做生意嘛，吼，啊，所以其实早期入去的吼，可能小可有趁啦，早期啦，吼，啊后来拢是无啦，啊韩国看到讲，台湾入去，啊因嘛入去啊。所以后壁你家看，神上啦吼，神上也好啦吼，还是伊些韩国遮个大公司，伊拢入去中国嘛。啊，伊即马嘛是讲拢咧撤退出来嘛。伊遮无撤退出来，伊即马就变讲中国该捏掉伊红军啊啦，吼捏掉伊红军啊。伊即马因为啥？因为中美的贸易战内底吼，内底有一个叫 Clean Network 嘛，吼清气的网络嘛。所以你做电子产品、通信产品的时阵。你一定要有美国甲你认证，吼，讲是这是清净网络内底的产品，吼，安尼你才有可能卖对美国、卖去欧洲，吼，无你拢无法度做。啊，伊若是讲甲抢继续搁囥喺中国的话，伊一定做出来的产品，伊敢若有法度卖中国尔，其他国家袂使用，吼。所以对咱来讲的话，咱你家看鸿海也好啦，吼，还是那个华硕嘛好嘛，伊即马。对美国的这个生产链，你刷嘛吼，刷去越南嘛好，刷去印度也好，吼，所以其实大家拢咧刷。所以对韩国的这个媒体伊来报的话，伊其实是把这个事实甲点出来啦，吼，因为啥？因为文在寅伊就搁咧做民望嘛，吼，伊咧想要讲，咱可能这看起来吼，看起来中国疫情敢若无介严重啊，伊可能看唔到去啦，无真正入去看。吼，啊，若无介，若是讲无较严重的时候，因去年的时阵，第一季会落甲遮严重，吼，啊，用电会负4%，所以伊。可能我文在寅无去注意到这个代志啦。是啦吼，看因为吼，全世界你即马这个国际组织内底，真侪拢嘛替中国咧讲话啊。是，对不对？你看 WHO 就好，WHO 你看即摆吼，全世界拢听 WHO 的话，结果拢食着惊。吼，敢若咱台湾无法度听 WHO 的话嘛，咱要去 WHO 讲话嘛，啊因无要互咱落去讲嘛。是，吼，所以咧。
当初若是讲 WHO 吼，有听咱台湾话吼，反正全世界今仔无遐惨啦，吼无遐惨，因为咱的防疫的作为，吼，咱因为为啥咱7年前哦，17年前咱 SARS 咯，真经历过一摆嘛，所以咱真侪有迄个参考值伫遐，所以咱用 SARS 的经验，你即摆防疫甲做出来，吼，所以变讲，你看伊即马美国 New York Times 这篇伊咧报，吼，其实拢是咧假错，假讲啊，啥恁台湾做了才好。我要欢迎来祭拜嘛，是不是？咱欢迎祭拜嘛。你来欢迎讲，咱嘛欢迎讲，那拄啊那个咱思琪有讲嘛，讲咱台湾 can help 嘛，咱是足 open 的啊，我开放讲恁大家来看，咱是安怎做？咱有防疫旅馆，对不对？咱的入境内底，然后咱有留资料吼，啊那追踪14天吼，啊，还有电子围篱2.0，是不是？啊，所以咱有法度甲这做起来，互咱台湾的人民吼，咱干那挂喙安吼，啊行动足方便的吼，咱先去年的时第一季、第二季啊，家己可能较无方便啦。第三季、第四季家拢去报复性消费啊，你个报复性旅游、报复性消费啊，所以其实迄时旅游业其实去年的时阵是足凄惨的。吼，啊，到差不多第三季的时阵，拢小可以好起来。吼，连譬如讲，咱讲传统产业也好，吼，传统产业它去年上半年无介好嘛，下半年嘛拢好起来。所以重要的是讲哦，你若为中国因素甲慢出来，吼，中国因素慢，你莫互迄个感染源继续扩张，吼，阻断。啊，咱家己安怎做，就敢若安怎好啊，是对不对？有影啦吼，虽然看到这个中国因素吼，真正吼，伫咧全球拢有这个影响啦吼，伊安怎渗透，咱都唔知吼。这个咱讲病毒嘛是一个例啦吼。是啊。啊，但是咱嘛讲到，即阵大家拢真怀念的这个李文亮医师啦吼，即阵搁去吼，这个中国去带一个方向，即阵搁带啥？伊是过劳来死亡的吼，这真正是。对一个死者来讲，真正真不敬的一只作为啦吼。咱嘛头拄讲到，这个咱讲 New York Times 这个报道伫中国迄当阵吼，这个热搜排行榜吼，这个第5名啦。啊，即阵咱看到另外一个排行榜，就是这个这个带方向这个部分。咱看到这个微博啦吼，就是讲这个民众吼有这个破100万的这个网情，拢开始咧发文讲啥？讲李文亮医师的这个死因是因为接受伤过头济的采访。互伊过劳死亡，真正喊过啦吼，像爱笑啦吼。因为讲，若是有好好休困，有机会会当康复。啊，差不多伫同一个时间，吼，将李文亮的这个死吼，定做是互媒体采访忝死吼，即活死啦吼。真正咱来看讲这个部分，吼，这个数码乒乓吼，伊讲吼，李文亮性命上尾啊一个高半月。新冠肺炎吼，死于这个患者接受大量的媒体采访，大部分拢是用伊手机啊一字拍出来，安尼嘛会当去甲讲啦吼。另外吼，这个吼未限制的这个老六啊吼，伊讲啥？伊讲这也毋是外国媒体含这个吼公众的这个媒体吼，不断的这个采访，伊都好好休困吼，都袂去死亡。另外共款吼，伊讲这是这个。人民票吼，这个炒作吼，害伊这个死亡啦吼，所以咱讲真侪网友袂当接受这网情的这个发言吼，认为讲吼媒体采访过劳死亡这哦真正伤离经啊，这个讲法真正这中国真正是乌的，互伊讲做白去吼，啊白个讲做乌去，真正颠倒是非啦吼。实在是介离谱啊！为什么安尼讲吼？阮你2004年左右时阵哦，世界上伫咧讲哦，台湾是伫咧 trouble maker。OK。为什么台湾伫咧世界内底哦，甲中国伫咧舞来舞去哦，造成大家拢不安嘛。但是阮即摆看哦，台湾已经毋是问题啊，阮即摆是解答，阮即摆是 answer， 咱是 remedy。嘿对，但是问题是啥人？中国。这边哦，中国这问题是啥物？最开始的时阵哦。迄个李文亮，迄个医生吼，伊用迄个吹哨者的方式，互大家知影讲武汉肺炎是偌危险嘛，吼，有啥物问题伫迄边哦。但是讲阮看到伊哦，遮大这对人类来讲哦是就有贡献的人哦。是。即摆哦用即款的代志来讲哦，这话是啥物意思呢？意思就是讲，你媒体哦，莫阁讲话啦。啊，你伫咧讲话时阵哦，就是有足侪物件，就是有错误。而且哦，是伫咧报道的时阵呢，反倒是互即个李文亮医生互伊害死的嘛。所以讲，阮会看中国即摆哦，毋当是只有迄个政府吼，用政府的角度来做即个代志哦。
网络，网络咧传，咧传。而且哦，这个红色渗透，这嘛上高的，唔是做大外宣，上高的是做大内宣。有影，对家己国内宣传。即马伫咧讲吼，内循环、外循环哦，伫咧讲中国好棒棒，经济有偌好，但是讲事实上哦，中国有足侪所在，即马拢无法度开工嘛，有影，哎对，无法度制造嘛。即马哦，伊想要从这个中国的生产链，甲欧洲跟欧洲跟各白所在要做这个贸易协定，RCEP嘛去签嘛，跟 EU 跟欧盟嘛去签嘛，但是讲事实上安尼签嘛冇路用啊，为什么呢？因为伊无法度做真正的自由贸易的，阮伫咧讲 free trade 对无 ？OK。但是讲即马中国咧做的是啥？Free riders trade， 对不？即马吼，用这个手法，用这个方式哦来那个侮辱阮这个李文亮医生，我想，明眼人哦，看到这个拢是无法度接受。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大方向，唔然吼对国内宣传吼，真正吼，甲因这个国内人拢洗脑洗好真这个部分吼，但是因为这个中国人民吼，咱甲中国甲这个中共分好清楚吼。有的中国人民也是有目睭吼，看在眼内啦吼，所以看到这个安尼大方向，大家嘛认为讲有影袂杀哩啦吼。但是咱嘛讲这个台湾吼，咱头拄嘛讲到，这个武汉肺炎虽然咱这个预防社可能这个进度有较慢吼，这个有条件吼来去做一寡修改，但是咱讲即阵治疗性的这个部分啊，有这个病毒，还是讲吼抗体会当来去拍啦吼，咱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新冠肺炎治疗出现新希望，目前临床上已经知影冠状病毒，未进入人体，一定要透过人体 ACE2，也就是细胞膜表面受体，病毒穿过受体了后，到细胞内部感染人类。中研院甲台大病院联手开发出有逆抗体 ACE2FC， 阻断原本要透过 ACE2 的新冠病毒，到比 ACE2FC 连条的等于阻断病毒。那我们知道病毒它变很快，它怎么变？它要侵犯人的细胞，一定要连上来。那你用这个它一定要连上来的序列去阻断它，当然是最有效。研究团队表示，这种有逆抗体目前对抗6种病毒株拢有效，压制病毒感染率有90%以上，是模拟人体基因序列，若是未来以渐剂注入人体了后相对稳定，副作用也较细。对一直变化的新冠病毒来讲，不只有阻断效果，也有希望治疗好。因为它是一个抗体的结构。所以它就会诱发一个免疫反应来清除这些被感染的细胞，所以它是也可以预防，也可以治疗。研究团队伫细胞甲补给人体器官的实验中，用力抗体阻断新冠感染的成功率有90%以上。目前已经咧申请动物试验，未来若药厂合作各做临床试验，确保效果。这项新的研究发现，已经刊登伫个国际医学期刊，也摕到美国临时专利。记者综合报道。到底什么是这个幼儿抗体啦？吼，其实就是讲吼，真正病毒来吼，我就甲伊骗啦吼，可以结合吼。甲伊骗起来，咱讲这个 ACE2 的这个受体，还是 ACE 都法度做一寡这个改变吼，甲伊骗过去。所以咱这张图吼，咱阁先请教咱的这个研究员先甲咱说明一下吼。这个部分，咱头拄也讲吼，是一个这个新的这个希望，但是咱台湾确诊的人数嘛无遐尔济啦吼。头拄咱讲的是支持性的这个治疗方式吼，这个部分甲支持性的这个部分，有啥无共款无？哦，支持性就是讲我头有讲过吼，就是看咱什么病，咱用什么药去治疗。目前即摆会使看的就是但是咱咧这做法就是不管你是什么病毒感染，拢有双方方法。但是咱若要针对所谓新冠肺炎这个病毒咧，OK。即摆咱中研院的杨泮池院长吼，伊即摆发现的这个方法吼，其实嘛讲嘛是算真巧啦，这个方法啦。我先讲一看伊这是安怎做的吼。OK。你先爱了解吼，咱即摆病毒吼，要减咱的细胞内底时阵，其实要经过一个接受体，咱头有咧讲一个 ACE2 啦。入去了后，病毒吼，伊个壳吼会破出去。OK。破出去，伊个 RNA 伊个核酸吼，再咧出来过来做复制，一个变两个变4个，在细胞内，再个破出去，即摆病毒就变多啊。好，即摆方法是安尼，但是咱若对着即个病毒足多的时阵，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讲，咱甲骗，安怎骗呢？你知影 ACE2 哦，咱嘛做共款 ACE2 的一个蛋白质放入去。但是因为 ACE2 要放入去吼，真紧就是会分解掉。咱的拍入去身体内底会分解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做到敢若抗体共款的物件。啊，这抗体的物件呢，咱就叫做我叫画一图啦，就叫做 FC 啦。伊就放到尾巴。这个甲 ACE2 的蛋白质下骹尾巴咯，放一个 FC。啊，这 FC 就是抗体哦，伊抗体的尾巴。啊，即马咱拍入去就跟它变成是抗体治疗，啊，就变成安尼啊。啊，即马来拍入去了吼，病毒吼嘛是看到，赶快是 ACE2。啊，上最是啥物？是咱拍抗体。哦。啊，所以咱病毒大部分落去，我就连迄就使啊。对，要甲结合。嘿，我就甲结合。啊，结合食这10个的病毒。我有法度9个病毒去结合，啊，一个剩一个，也是漏网之鱼去真正去咧检验到咱的细胞，但是伊变嘛是少啊。哦。好，啊，即马当时若是安尼做法，本来咱应该有10个病毒要检验，就加剩一个，所以即马咱的严重性就开始变降低咯。所以这治疗方法就是讲，咱有这种物件拍落去，会使就是甲重症，当然是针对是重症的啦。迄个病毒感染的人。咁要死啊！会状况的时阵，咱就拍这物件做治疗，可以减木轻，减轻。啊，那治疗减轻了，啊，剩的就是用支持性疗法，安尼就会使啊。OK， 所以这嘛是要互相配合的哈，就是讲有这个 ACE、FC。唔是讲个 ACE 都以后支持性疗法就袂使无用，嘛是爱继续咧用啦。哦，有影吼，这嘛是真巧一个作为哈。对。他拄这个副院长讲吼，这是亲像这个锁匙甲锁的一个结合吼，安怎讲咧？不，应该是安尼吼。就是讲，咱今日看到这个杨校长吼，有这个物件在期刊上发表啦。啊，虽然这理工会使真正使用过有一段时间，但是咱有注意到一个代志，就是讲，其实咱进前咱会咧讲，就是讲咱台湾会使防守，会使安尼防守偌久吼。迄篇文章来讲，我即摆搁回应一下，就是讲，咱会使防守偌久，我甲大家报告吼，其实咱即摆拢咧等啥？咱就是以时间用空间来争取这个时间，在等啥？单讲。预防虾会出来，对不对？即摆已经出来啊嘛吼，咱在等治疗的方式。OK。哦，即摆校长讲有即个新的 idea 出来，看到光啊，看到光啊，啊，咱就是咧等即个治疗的方式，和较新的方式会使来处理这。所以讲，咱即摆咧坚守咱即摆防疫的一个作为，无非拢是咧等即个时间吼，一天若是不管治疗的方式都出来啊，啊，预防虾咱拢做啦，咱就会使。靠，即真自由会使活动啊嘛吼，所以咱即摆就是讲在等这个时段。啊，头拄仔教授讲的无毋对，我简单大家讲吼，教授咧讲的就是讲真简单，以咱即摆迄个疫苗预防下吼，咱拢是咧为迄个吼迄个冠状病毒迄个 S protein 下手，就是讲，互咱的身体会使熟悉即个 S protein，啊，咱产生抗体，产生综合抗体嘛吼，互伊免会使感染到咱。啊，但是呢，即摆杨校长即个做法是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讲，伊即个 S protein 伊得。进入来咱身躯了，一定要有一个 receptor 就是受体嘛吼，就是我简单讲的，迄就是讲，敢若一支锁匙，啊来找锁匙孔啦，吼，啊咱以前拢是咧讲，咱这支锁匙吼，咱来熟悉这支锁匙，啊做落去了后，咱以后会使甲处理，对不对？但即摆校长另外一个做法，为锁匙孔下手，就是讲，咱做这个假的锁匙孔来骗这支锁匙来堵这，啊都袂堵到咱真正的咱的锁匙孔，因为咱的锁匙孔，咱就莫互堵着，莫互堵着。病毒都无法度制造较侪啊嘛吼，所以这是一个足巧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讲呢，校长嘛有讲，伊讲吼，这个治疗的方式吼，一定要甲预防下，咱来互相配合。预防下是 prevention 嘛，避免你互感染。啊，这个抗体真来使发展出来，就是讲你来发病的人，啊，咱有这个抗体甲注入去，互伊卖。复制的速度较紧，安尼当然就较袂变重症嘛。所以这是一个足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感觉讲，这个全世界，我想像杨校长即马这个科学家，全世界较侪，咱拢咧想讲有啥物方式会使来对付这个 COVID-19 的时阵，我相信真紧应该在今年，咱应该都有更较好的方式，不管为预防下，不管为这个抗体，还是治疗的方式来处理这个 COVID-19， 有影吼，所以真正这拢是爱结合做伙吼，有预防性啊嘛，有这个治疗性吼，这个动静变较轻静的这个部分吼。啊，不过咱讲到这个预防性，咱头拄讲到英国、美国吼大成住，但是有一寡这个国家有人去调查，讲无爱做的人也是真济吼。咱看到这个法国也好，日本也好，有去调查吼，讲4成的人，这个民众有愿意做尔。啊，其实这嘛是真惊人的这个数字啦吼，真正唔是讲啊。
做预防车出来，咱就看到一个光吼明灯出现啊，但是有的人都唔是安尼想吼，尤其对一寡这个欧洲国家来讲吼，爱互因拍破这个观念实在有够困难吼。不过咱先能够带大家来看讲吼，各国吼拍这个预防车这个状况啦吼，咱看到这个葡萄牙吼，这个有一名41岁这医护人员吼，目前已经接到这个Pfizer 加 BioNTech 这个预防车48点钟了后死去啦吼，死因暂时不明吼，但是咱嘛讲过吼，这有可能是伊本地身体这个因素，唔是这个预防车本地这个问题啦吼。这个嘛，佫提醒观众朋友。另外，英国吼自这个1月初开始为民众拍这个牛津大学共同研发的这个预防车吼，加上去年12月开始吼拍的这个 Pfizer 加 BioNTech 吼，目前有2种预防车落去拍啦吼。另外，中国这个部分都要去注意吼。真正。甲台湾同胞吼拍这个要做头一批去拍啦吼，但是真侪台商朋友还有台湾同胞其实嘛是会惊吓吼。陆委会安尼讲，提醒各人吼都要注意到这个风险，嘛警告讲中方莫甲台湾人吼做什么预防这个试验品吼，白鸟试啦吼。中国国内办讲啥？陆委会你是挑伫讲甲我抹黑啦吼，抹黑阮中国的这个预防车。搁再讲到吼，无吼关心到这台湾民众的这个健康啦吼，制造甲中国对抗的这个政治恶意吼，这有当时啊嘛是真惊吓，咱看到这个带下蒙的吼，有的人吼真正唔敢拍，有的讲想要去金门拍啦，嘛有这种风声走出来吼。但是咱看到这个预防车，这个因嘛咧讲 China can help 啦吼，预防车要去做较散车这个国家，但是有的人就是不爱做，咱继续搁请教这个主任吼，这甲因过去这个咱讲的这个。一带一路哈，这个政策哈，差不多要讲，我都是要去甲你帮助的哦。中国就是安尼哦。对啊，你家看吼，伊其实吼，顶礼拜佫有一条新闻啦，讲中国甲迄疫苗卖去日本嘛，个好，即好野人去做嘛，好野人嘛无啥敢做，吼，因为你来看讲，其实吼，中国足侪物啊吼，去创迄个假的，假，你用喙安来讲哈，早期其实咱喙安吼。口罩国家队还未起来的时阵，中国卖足侪喙安去别个国家，结果迄喙安讲严起来讲，那个防护力知啦，6成无够，6成无够就是讲你带迄喙安去街仔路者，你转来你就着 COVID-19，冻营压对啊，所以迄其实因做的足侪物啊是无可能互去让人相信的。另外因讲中国迄时嘛卖迄个快筛试剂去互欧洲嘛，欧洲甲伊芬兰也是倒嘛，去互退回。我唔知你会记得咱去年的代志嘛，伊检起来就无效嘛，因为你的快筛试剂你要验出来讲你要超过7成的迄个准确率，7成，你爱做2摆嘛，7成做2摆，你差不多才有可能会出来。结果因的准确率无甲3成啦，迄就讲意思就讲迄个拍好耍的、拍佚佗的无效啦。所以你讲因即摆疫苗出来，你。其实吼，伊准确率伊无法度公布，因为要安讲，变讲中国的迄个可信度吼，对全世界来讲是足低。是。你送互人拍，除非迄个国家送甲要贵掠去，送啊无法度啊，我买无嘛，甲所有国家去抢嘛，抢无的时阵，就拜托讲无你中国互来拍看卖，拍看卖，所以迄变讲你若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来讲的话，你无可能政府去预期讲这个疫苗是无效的，唔知伊的成果是安怎，叫人民是拍看卖，对唔对？无你叫习近平你拍看卖嘛，习近平拍看卖嘛，你中国的这个官员你拢拍看卖，你真正做讲你有效。有效再来讲嘛，无对逐个人拢无效。即摆就讲伊即摆就是用这疫苗外交要去收这个这发展中的国家，因为啥？你最近那个嘛是这几礼拜的消息嘛。Pakistan 讲，恁中国甲间谍讲来藏喺阮 Pakistan 的迄个领土内底，因为 Pakistan 伊进前拢甲中国咧合作嘛，为啥？因为印度咧对 Pakistan 足袂爽的啊，所以因为你中国去赞助 Pakistan， 所以 Pakistan 甲中国咧是印度甲 Pakistan 是对立的，所以变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嘛，是毋是？所以变讲。即摆连你看，Pakistan 对中国来讲，伊是一带一路内底真重要的一个中继站嘛。伊即摆嘛对中国足感冒的。OK。所以表示讲，伊即摆中国一带一路这带海洋这带开始咧帮盘，一个帮。为啥？因为第一，你中国有
有持续去互因钱无？无嘛。因为疫情你家己中国你钱就无够啊，你也可能继续去压钱。啊，对于这发展国家，你无压钱，反正你压人入去啊，压人入去，甲便当拢带入去，所以变讲因这东南亚真侪国家，即摆嘛是头壳摸笑，因为啥？伊疫情拖起来无有伊嘛，伊本来就是讲伊即摆即因的卫生条件就无好，啊你中国个吼，这一带一路计划吼你。钱来上好啦，毋是钱来，你人来，人来甲病毒个出来，害因的经济规个拢拖出来。所以即摆来看，真侪一带一路国家吼，咱这是今年吼2021年甲2022年的吼，迄个感觉是无介好啦，因为拢疫情的关系，无法度控制。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吼，因为趁着这个疫情，咱台湾有得到一个好名声，但是嘛有人趁疫情吼，嘛咧博这个歹物，应该的这个名声啦，博歹叫啦吼。所以真正吼，咱对台湾嘛是要有信心吼。虽然有国际媒体安怎甲咱批评，咱嘛是当做一个养分啦吼，继续拍拼吼，继续守护咱台湾吼。感谢所有来宾，我感谢乡亲朋友收看，咱马上再会，感谢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多谢。